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20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受强烈冷气团的影响，各地头是冷基基，一寡山顶嘛有落雪。伫花莲的基来北方东陵线这条路线是传出山难，一个人死亡，16人掉伫山顶，搜救人员正在抢救。另外，新竹的尖石嘛有落雪，所以温度增加。因为低温，所以有人气骨喘发作，嘛有人喝茶午休的时刻烫着伤。山顶白茫茫，一个58岁姓李的男性山友带团爬基来东陵路线时失去联络，17车着时已经无生命迹象。该斗阵的16个人掉伫山厝，连搜救行动也因为真歹天气而受到阻碍。花莲县消防局搜救队挺进黑水塘山屋，因天候不佳以及积雪过后，等待天气好时挺进事故地点。受强烈冷气团影响，那传出山难的事件，伫真偏僻关山的新竹尖石乡，真侪民众因为低温、气骨发作、感冒，也是烧茶烘烧时去烫着，互当地秀兰卫生室医护人员是真无用。虽然有人因为气温低掉伫山顶，也是破病，不过也有人对真远来看雪。从台南出发，夜冲。半夜就冲来了。有人带狗仔出看雪，也有游客，大家斗阵躺北梯伫雪地内底翕相。合欢山甲玉山这2天变做白色世界，每领4个看到看雪游客，也过山顶意愿真寒。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提醒，若无装备上好莫上山。上山务必携带冰斧、盐盔、冰爪。那如果没有这些装备，请不要上山。当机具伫路面轻度积雪，有这阵玉山的部队因为积雪较会骨，经过时阵有一定危险。管理处也搁再呼吁，非必要莫上山，以免发生事故。记者综合报道。也那伫屏东布袋下游客昨下晡是发生落石头意外，这是集团25个人的爬山团，因伫爬山的过程中去拄到一阵意外，去互石头击着，造成8个登山客受伤。加在送病院了后，拢无大碍，昨暗嘛已经陆续出院。当地船长是认为讲，有可能是和最近的天气那么寒、那么热有关系，因为安尼才会落石头。被救护车送落来10个人，卡达夫已经初步包好啊，赶紧送去急诊室。问清楚受伤情形了后，坐轮椅等待进一步检查，因拢是互连来石头共伤。接获雾台卫生所来电，有7名民众哈游溪游玩受伤，一团总共25人。代志发生伫19下晡，为新北来集团25人爬山去布袋乡下游溪佚佗，行到有名景点七彩岩壁的时阵，有大量石头落落来，拍中8个人，分别有脚部裂伤、锁骨骨折、甲乌青才情形，好在意识拢清楚。其中3人到卫生所医疗处理了后，就家己离开，5人送去救治。经过检查了后，无要紧，也伫19暗时全部出院。为什么发生这代志？当地村长研判，可能甲最近天气因素关系，石头才会送去。它是完全无预警的情况下，然后后面我们才了解说，在同一个时间点，台东有发生地震，也是在同一个时间点，所以有没有跟它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我们不清楚。那我可以很确定，就是说这2天山上也不断的有下雨。还有溪旅游是季节限定的景点，也是北风灾过后，意外真侪奇景。目前每年1到4月大水期才会开放游客入去，各爱先做文。每日限额400人，村长表示，因为开放游客来佚佗，啊，不过会避开发生意外路线。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透早继续受强烈大陆冷气团也具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温度较低。今仔日透早平地上低温出现伫新竹的关西，敢若5度。咱来看温度。气象署发布低温特报，伫新竹到苗栗，有的所在是到柑仔色的低温灯号，是有6度以下的低温。也毋过刷落来这几天，日时开始，日头就会出来，到中昼左右，温度拢会渐渐回升，而且是一天比一天也搁较热。
只不过讲到暗时的时，就会随降温，而且降温的速度会真紧，所以乡亲就要注意日时暗时的温差真大。接落来这几天，各地头拢是好天到济云的天气，只有伫花莲、台东甲恒春半岛有雨湿啊。因为这阵高雄的雨水有较高，环保局的人员在巡查时就发现掠蠓仔桶出现水蛆的比例嘛真高。虽讲目前并无添到一个本土病例，也过高雄嘛有派出防治添到一个防治队去看到讲，若是有生水蛆，就要投药啊。也那卫生局伫今年嘛有提供奖金，总共入境台湾了后，民众发现有发烧，主动通报，就当摕到500块的礼券。总共验出为着天狗节，阁有2500块的通报奖金。队员将做迄罐油灯，摄影机的镜头就探去年前，透过平板电脑看顶罐是毋是有积水，敢有生水蛆。因为这阵高雄地区的雨水有较高，天气黏咪寒黏咪热，天狗节防治队拢会去各地巡查采样，结果发现这阵掠蠓仔桶内底出现白线灰卡蠓仔，甲埃及灰卡蠓的比例真悬。民众嘛表示，这阵确实有感觉蠓仔变多。预防蠓仔就尽量甲伊无水，尽量去内底较大咧啊，去尽量较无水咧，就袂蠓啊。扫较清气咧。扫较清气咧啊。这阵蠓仔有变多啊？这阵有哦，这2天寒人嘛，佮加减有蠓仔哦。环保局强调，高雄市为着要防治天狗节大流行，除了针对机场等地区对入境有发烧的人进行快筛采检以外，特别成立的天狗节防治队也会伫各区各里放掠蠓仔桶，也是运用科技来监测当地蠓桶密度，甲天狗节对境外传染源头甲传染的媒介拢彻底掌握。今年于15区244个里布设诱杀头，每周监测各里密度作为防疫重点参考。户外资生源巡检3889里次，清除积水容器29万余个，告发222件。夏日将至，提醒民众加强巡道清刷。环保局表示，队员巡查若是发现有生水蛆，除了采样以外，也马上放药落去头桶，防治效率真好。另外，卫生局今年嘛有提供奖金，入境的民众若是有发烧，主动通报就有500块的礼券，确定染到天狗节，阁有2500块的通报奖金。记者柯家族赵雄高雄采访报道。大家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有艺人桂竹鉗代言 AHA 狗骨头的健康食品，因为广告的内容无老实，即马是被冻罚1124万。伊是去年10大违规食肉广告内底的第1名。也那即马代言人桂竹鉗嘛要罚216万。而且这个产品伫去年同款是违规广告的第1名，也毋过佮继续咧广告，继续咧卖。来看《中国时报》。为着要强化咱台湾防卫韧性，扩大全面防灾的量能，内政部即马是加速要培养训练防灾师，要以专案的方式，互机动车司机、工具大路的管理人员这人来接受训练。按算今年咱国内的防灾师会达到10万人。不过相关的职业工会是表示，对于这训练的目的，也个训练了后到底要做啥物代志是无啥啥。嘛烦恼讲来接受训练的这个人看起来年岁拢较大，嘛烦恼未来敢爱配合战争的演练。来看自由时报，有一个51岁的查甫人，叫做谢文福，伊讲伊是一个工人，伊去做台中市一块私人的山坡地，不过呢，竟然甲边仔台中市府水利局管理的高地山坡地。计共有1723坪，规个拢甲土平，而且个设围篱收钱，互人伫遐倒废弃物倒粪扫。内底防验出有甲重金属，还佫有毒性的物件，这废弃物3个月就倒1万吨。台中的检方即马是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起诉这个姓谢的查甫人，甲伊的共犯计共4个人，嘛有没收不法的所得。继续关心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伫竞选期间的政治现金争议继续摊烧。监察院第3号是公布查核报告，表示郭文哲违反政治现金法，罚伊374万，而且没入5579万。民众党立法院党团的主任即马对这件代志有回应讲，因一定会提起行政诉讼。佮批评监察院长陈菊是头壳歹去，佮呛讲监察院归去收的准线。
竞选小物跟演唱会怎么会是政治献金？你监察院讨个派系，你城区讨个派系吗？你什么标准啊？监察院你收一收啊，烂死了！后面总统提党团主任陈智菡正生气怒呛，是因为补办监察院19尾仔发布新闻稿指出，经过查核，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天竞选总统转户了后，认定违反政治现金法，罚郭文天374万，募集5579万元，包含募款演唱会门票，加透过募款卖竞选小物，总共4067万元，故意无申报。另外，也虚报一笔收入，也有86标报交易事实等虚报指出，总共2463万元。故意申报不是收支金额6530万元，今年认定违反政治现金法，情节重大。明天要开庭了，今天故意发这个新闻，很会耶，很会嘛，故意就趁着今天，然后再踹柯文哲主席一脚，我们一定要提行政的诉讼，这完全不合理嘛！竞选小物跟演唱会怎么会是政治献金？批评民进党会向国民态度未向，民进党也发新闻稿回应，监察院甘愿成为卫生纸钱，也要对照国民态背后目的都真清楚。各反呛监察院，感觉用同款的标准查核内商小铺甲小型商户。当初检举国民态立行台北市机关严竹峰是反对来批评民进党唔能够牵拖其他代志，有违规就认定事实。伫国体开庭进前，监察院这举动，互民众党震荡一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陆军步兵109旅伫去年发生伫平安夜卖毒的事件。2月14日时，检方已经起诉。拜日下晡，桃园地方法院头一届开准备庭，大部分的士官阿兵哥拢有真多。因人军方是表示尊重司法的判决，相关的人员拢已经处罚。军营的门禁真严，陆军步兵109旅去年爆出一体卖毒的案，有4位官兵卖丧尸烟弹予其他阿兵哥，姓郭班长甲烟弹没收了后，卖转去予阿兵哥。桃园地方法院10日下晡头一届开准备庭诉庭，真侪士官甲士兵拢承认犯案。觉得卖毒品这件事情非常不 OK， 而且他是军人身份啊，那我觉得这更不能去纵容，对吧？那我觉得民众也没办法去接受军中卖毒品这件事情。军人呢？对啊，更不可取啊，对。所以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没办法。觉得军中不应该。不要说军中，我觉得就算一般民众，我也觉得都不行啊。对，而且他又是一个军人，本来就要更自律啊。检方查到109旅姓吴的义务役人，去年6月中到9月27，前后卖烟弹予其他阿兵哥3届。姓詹的义务役人知影了后，献价予姓郭的班长，想甲烟弹没收，并无报起哩，然后以5000块私下卖转去，探出乌食乌一案。目前本案均已进入司法程序，本部尊重司法调查的结果。另外，对于相关涉案人员，均已依刑惩并行原则予以释惩。头一届准备庭，除了姓吴的男性否认家破病闪朋友，姓何男性否认恐吓，其他人拢认罪。法官当庭录制姓郭的班长甲乌死5000块犯罪所得，交回来也阁有后续班，结果分别通知开庭的时间。军方也表示，除了尊重司法的判决，相关的涉案人员也已经予因适合的处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去年12月份的时，台中太平一间国校传出棒球队的教练性侵害41个囡仔球员。教育局即马是甲前一任的校长记2大个，现任的校长记1支新界。而且这件事件发生的期间，做学部主任的，也有做体育组长的人嘛，拢挨罚。台中市太平区一间国小的棒球教练，去年底被查出性侵41个球员。台中市府10月开科协会议，决议前任校长记2大个，现任校长记1届新界，要求校方处分历任学务主任甲体育组长等6个人。该负的责任要全人承担啊，就虚心接受。希望小孩子还有被害者的家属心灵上可以有获得抚慰，然后也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再有孩子受害。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唯有机制完整下，才能彻底保护我们的孩子。如何让已经有犯罪案例的人不准进入教育界？请政府相关单位能够重视。
精神校长讲会担责任，受害学生家长希望学校爱受保防止代志搁再发生。市府强调，这个教练2019年到2024年咧学校教球的时，精神校长无查询无实情人员系统，只需有前科的教练继续教学生，违法经济重大。也若现任校长管理不当也有责任。人本教育基金会批评，教育局无要求学校查询无实情人员系统了后，爱汇报有管理过失。那教育局呢？它只有提醒学校要勾起，它并没有要求一定要勾起并且回报。我觉得这个行政管理的疏失必须要检讨。督促学校，不管是新进任，或是每学期，或是每学年度，都一定要上这个系统去查询。查询完之后，那会必须要回报教育局。教育局表示，未来要求学校请人爱确实查询，完成汇报。6个组长主任20个由校方调开教师成绩考核委员会审议处分。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马是伫去年有一对姓刘的姊妹做灵母共顾囡仔，涉嫌甲一个查甫囡仔开苦毒甲死，这是引起社会愤慨。法院伫昨昏开庭，法院的外口有上百人来遮表达诉求，呼吁爱甲这对姊妹判重刑，甚至阁有人提案，若是苦毒囡仔爱加重罪刑，若是造成囡仔死亡爱判死刑。目前这个提案已经有11万人支持，法务部是表示会去研究看敢要修法。伫法院外口人是真侪，强要客甲袂过，大家手拢举白菊花，摕标语大声抗议。真侪民众来到遮，有几百个人来响应，阁有袂少人是专工上报来收听的。我们原本是要送给保姆，再找保姆了。我爸妈听到就说不用，就是不敢相信保姆啦。身为一个妈妈，我真的很心动。每个孩子都是上天赐下来的宝贝，有多少人生不出小孩？有多少人渴望小孩？证人因为真关心查甫囡仔开的案件，大家就发现去到法院外口。台北地方法院19调开上尾一届的准备庭，这个民众要求甲涉嫌甲虐待年母因姊妹仔，甲当判刑。那101当事长cao英哲嘛去现场斗相共。面对这样子虐童的行为，真的是要最重量刑。我希望法官能够真正的把他们所有的罪状一一的全部都梳理出来，然后一一的治罪。专案会有国民法官加入审判，为4月2日开始展开审理。至少会开庭10届，开家属到时嘛会到庭说明。不过，这届开庭，检方甲辩方拢提出请求，希望甲证人隔开来作证，尤其是年母因姊妹的律师，希望甲来旁听的民众会当用徛平隔开。还是不认罪吧！这个案件定伫5月13审判，不过判决出来进前，证人要是持续伫讨论。阁有人提案，希望加重苦毒囡仔的刑责，只要虐待囡仔致死死亡，都要判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而且袂当加刑。凌虐幼童罪去年已经完成修法，加重相关的刑责规定。至于是否再行修法，本部尊重相关的修法建议，妥适研议。这届无到1个月的时间，都提早符合户籍人数的条件，即卖已经超过11万人支持。那组织机关法务部表示。感谢修法会好好来研究，上班5月16日一定会对这个案件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有一只比特犬伫半个月时间内跳出车窗2届，甲骑奥多麦的人夹着伤。目前这只狗仔已经被带去安置。虽讲这只狗仔情绪也无啥稳定，也毋过已经有开始咧食物件。台北市的动保处是表示，未来会开放互人认养，替狗仔找新的主人。也若根据农业部的统计，目前咱台湾有登记的比特犬是3974只。这只比特犬是迄只伫3月7日甲17跳出车窗甲人夹伤的乐器，目前伊已经红木收送去台北市动保处安置。台北市动保处也宣布甲主人裁罚20万。动保处表示，这只比特犬互人安置到单，情绪虽然也真紧张，不过拜三已经有顺利食物件。目前观察起来，伊甲一般的比特犬有淡薄无同。这只比特跟一般的比特比较不太一样，是它从小都是跟在饲主旁边，它比较适合家庭。而且他现在在我们这边表现出来的状况也是很紧张，所以我们会优先评估，如果有合适的地点，其实它比在我们动保处这边好，是因为他已经习惯跟饲主几乎是24小时在一起。
台北市动保处也讲，刷落来会去拜访台北市目前伫名册内底的彼得犬访视勇士的状况。也若根据农业部的统计，目前全台有登记彼得犬总共3974只。前三个县市分别是高雄市502只、屏东县494只、台南市386只。农业部动保署也表示，亲像这款有攻击性的宠物，带出门拢要有防护的措施，若不会罚3万到15万块的罚款。这一类的凶恶性犬只，等于说我们的饲主要带它到公共场所的话，第一个必须要有成年人陪伴。第二个，它必须要使用牵绳或者是链子，而且这个牵绳或者是链子，它的长度不可以长于1.5公尺。第三个就是说，这一个比特犬，它必须要戴能够透气的一个口罩。农业部动保署也表示，照规定，彼得犬的主人需要伫2023年2月28之前完成登记备查，而且需要节约。这届家乡人的彼得犬是有登记备查的。未来请地方政府加强管理彼得犬，做好勇气教育。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台北市这只跳出车窗降价的彼得犬 Lucky， 互强制安置了后，有人敢会是认养，也是安乐死，嘛是有引起讨论。动保法内底是规定讲，动物若是对公共安全有危险，也是严重影响公共安全，就会当甲灭掉。不过农业部是表示，这部分不管安怎做，拢爱先经过专业的评估。3年多前，伫台南安平查获154只走私品种鸟，全部安乐死，引起争议。因过徛伫防疫，农政单位表示不得已安尼做。这摆台北市比特犬 Lucky 若摆跳车窗咬人，也有人讨论敢是要安乐死。农业部表示，若攻击性的狗仔送入收容所会有评估机制。各县市政府会组成专业的判定小组，看这只狗是不是具有那个行为矫正或是认领养的可能。根据动保法，若动物对于公共安全有随危险，严重影响公共安全，会当抬。敢是领导处理危险的狗仔，甲机关加特殊指出，会组成评核小组决定。不过，捌收容过攻击性的狗仔、驾驶拐走的狗仔，好在经费支持，予伊免治安乐死。另外就是挑出来让它就是住套房，可能针对那一只狗要比较特别的一个照护，我们才会让它送养，要不然其实都会一直关在我们收容所那边，让我们同仁自己去照顾就好。吴秀仪认为比特犬天性固执，一旦防触发攻击性，即会加条陪伴，就算要送养也爱审慎评估。如果真的经过一段时间训练也好，或是这个教导也好，如果真的没有改善的迹象，我是觉得再放给一般人民认养的话，我觉得很危险。动保团体认为，冲突狗攻击的问题一直拢是出伫饲主的身上。会攻击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动物的错，而是人造成。而目前手上还持有的这些饲主，我们认为他们都应该要去上动物行为的课程，他们要非常清楚知道说他们要怎么样能够去管理这只动物。动保团体认为，宠物若攻击人，是无方适当理解行为，甲好好的教导服从甲稳定。认为只要善尽饲主责任，就无安乐死的问题。有攻击性的狗仔，拢无安乐死，也真歹防认养，可能一生拢关伫收容所，成本由社会支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和洛西埃领导人通电话了后，美国总统川普伫拄则嘛有和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通电话。乌克兰这边是同意讲针对能源设施来停火，因若美国和乌克兰团队所落来会伫沙特阿拉伯讨论部分停火的技术性问题。川普伫电话当中嘛有讲到，美国想要爱乌克兰的核电厂，也毋过乌克兰即马是表示讲，目前核电厂伫洛西埃手头。美欧领导人同意5号针对能源设施有限停火。美国总统川普、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话了后，各自伫社群媒体答文。川普伫正式社群表示，大部分讨论内容拢是伫增加普丁总统的通话基础之下，互两边的要求甲需求共款。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 X 答文指示团队解决甲实施，甲扩大部分停火相关的技术问题。乌克兰甲美国已经准备好伫3日期几日伫沙特阿拉伯会面。继续走向协调和平的阶段。We have never been closer to peace than we are today. President Trump also discussed Ukraine's electrical supply and nuclear power plants.
He sai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be very helpful in running those plants with its electricity and utility expertise. President Zelensky asked for additional air defense systems to protect his civilians, particularly Patriot missile systems, and President Trump agreed to work with him to find what was available, particularly in Europe. Президент запитав, а якщо буде розуміння, що Америка може це відновити. Я йому сказав так, якщо можна модернізувати, знаходиться під тимчасовою окупацією Росії.这摆通会被认为是2礼拜进前第一北京讲甲无欢喜了后第一摆通会，迄时阵佮互美国短暂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甲情报分享。根据乌克兰籍知情官员私下透露，川普甲泽伦斯基这摆是有非常好的对话，过程中因也会共双手。公视新闻恩文玲朋友。香港基本法23条法案实施要满1冬啊！伫台湾的香港人昨昏开记者会指控，香港政府毋若监控香港民众的言论。即马踮伫海外香港人，准讲若是有发表有争议的言论，嘛会牵连到亲戚朋友，因的亲戚朋友会互香港政府叫去问话。因是呼吁台湾和国际社会爱采取行动，做伙守护自由和人权。反对香港国安恶法。香港基本法23条施行要满1周年，毋但造成香港境内自由受限制，在台香港人讲，也有真侪伫外国的香港人，互人跨境镇压，亲像捌发表过争议言论的人，伊的亲戚朋友可能互人叫去问话。我们在台湾，我跟一些朋友在念书上面，我在去留言，在他的念书公开留言，然后他再过几天，他就国安局打电话给他，问他你跟我是什么关系，跟富汤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会在你的脸书上面留言？这关心香港议题的民间团体拜三召开记者会，指出即摆香港政府甲控制香港人的手存到境外，影响流亡伫海外的香港人，亲像骚扰因伫香港的厝内人甲朋友，透过国安公司施压等等。在台湾的港人都已经提到了所谓的跨境镇压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在此要呼吁台湾政府应该要针对跨境镇压的议题，拟定相关具体的因应措施，以确保在台湾的所有人都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受到任何的人权侵害。有立委也出席记者会，声援香港政治犯，还有批评香港的跨境镇压手段，伊呼吁朝野政党拢应该谴责香港的基本法23条。民间团体指出，因所落来也会透过街头宣讲的方式，让更加侪民众知影香港即马拄到什么问题，关心香港的未来。记者郭文成春由台北报道。来看 AI 是趋势 ，AI 晶片公司辉达伫台湾时间18到22是举办一年一届全球人工智慧技术大会。执行长黄仁勋伊是表示，业界对辉达的晶片有真大的需求。另外，黄仁勋有公布，未来要和台积电也有一寡台湾厂商合作。伫开发大会顶悬，嘛有亲像类似电影角色的机器人出现，和黄仁勋互动。Stand right here. 以电影《星际大战》做灵感开发出的 BDX 机器人，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将伊号名叫做 Blue， 配合黄仁勋的指令，从学路巧的时阵 ，Blue 也过欢喜甲摇身体。AI 晶片头叫辉达伫台湾时间18到22，伫美国加州圣荷西举行一年一度的 GTC 技术大会，为了训练这先进的机器人。辉达也甲迪麦参 Disney Research 合作开发名叫做 Newton 的物理原理，只是一种会当真正靠模拟物理世界的技术。黄仁勋也宣布，古德恩院将开馆，古德恩院采用双系统架构，用伫金属库甲万属库，灵感来自人类认知处理的原理。这代表全球开发者拢会当免费使用这个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来加速机器人技术的创新甲普及。I told you the progress of our robotics has been making enormous progress. And today we're announcing that Groot N1 is open source. 黄仁勋130分钟的演讲点出2大新趋势，第一就是 AI 会行出荧幕进入实体世界，所以辉达也开发2套关键技术，让 AI 会当伫安全的虚拟环境中学习安怎甲物理世界互动。第二趋势就是实体机器人会解决全球欠劳动力的问题，所以辉达会推出 Blackwell 的增加版 Blackwell Ultra。也电是由化石机加打造的电脑主机柜，佮提出包括台积电、鸿海、广达旗下的芬达加
好小等几啊间台厂赞助商，显现为大家台湾供应链的紧密关系。公司新闻新乐报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中国是想要利用1972年日本和中国签订的日中联合声明，来影响日本的地方政府一寡官员和台湾交流。日本表示反对。日本媒体是报讲，日本内阁有表态讲，日中联合声明并无法律的约束力，这是日本自头到尾的立场。来看中国华为公司涉嫌乌西15个现金，或者是政治金的欧洲议会议员。比利时的检方发动大规模搜索，17个时事正入去欧洲议会去敲助理办公室，嘛有对4个嫌犯申请羁押，有1个嫌犯交保。来看地中海发生难民船难，一架载56个人的小架船，17个时驶离开突尼西亚一个港口，淹过无偌久，船船破坑入水，造成6个人死亡，40个人失踪。意大利的政府即马正在救人。来关心台海情势较紧张，咱的国军伫这礼拜正在进行小汉江的战备操演，昨昏伫桃园也有台中拢有战备训练。另外，今年汉江41号演习头届设定目标当作是中国伫2027年有可能会拍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表示，一寡新的武器训练方式拢爱检验。模拟开炮射击，官兵发挥团队精神，执行炮操训练。国军即时备战操演小汉江19进入第3天，采取状况引导，予部队对战场的环境未侵犯。2只 M109A2 接到指令，伫桃园进行阵地转移，实施战略保存、临战训练，对射击流程熟手。林地外口夜色50支枪扫，掌握敌情的动态。怪手甲肉粽架吊起来，伫海岸做一堵真高的壁。5日工兵群伫台中、甲南海堡，也有海堡外口的连外道路演练主动的设置，包含放降气球、抓北型的铁网甲龟雷，模拟中国登陆了后应对对方的行动。国军透过小汉江的操演，提升部队高备战的能力。另外，今年重头戏汉江41号演习，士兵操演加陪做10天9暝，搁头一届以中国2027年可能侵台来暗算，加上无学地带的侵扰，引发关注。汉江演习本来就会设定一个可能往后1到2年，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警觉的话，那你容易万一真的有任何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你的这个备战这个没有办法到位。顾立雄强调，甘愿认定中国由演转战的时间缩短，用这来验证国军马上回应的能力。也若中国一天2届对台湾发动联合战备警巡，美国国务院批评中国无法无天、无负责，用词罕见真强烈。对这个国务院的回应也是第一次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回应，美国国务院这一次讲的比较重，真的比较重，用这个所谓明目张胆且不负责任。也若唱水南国造的海鲲号并11月交南，敢会当如期伫4月初1海测。顾立雄补回讲，香港的测试欠点该修正到位，安全无疑虑才会到后一个阶段。目标有关按算计划4月之间投入海测。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台湾目前有14条国际海底电缆，伫新北的淡水、八里、宜兰的头城、屏东的房山这些所在拢有。即马阁要新加一条伫台东的大埔。管府表示 ，TPU 海缆系统的建设计划即马正在进行。有学者是建议，咱爱强化通讯的韧性，毋那海缆也有卫星、避坡嘛，拢爱互相斗支援。卡图基伫台东大埔海边啊，这伫时间包含基北的沙坡、人坑、管道甲 PFE 接地这工程，官府间接正式是 TPU 海缆系统建设计划。平常经过就看，就已经是有几个月了，挖的也是蛮久的，也不知道到底在做些哪些事。台湾即阵总共有14条国际海底电线，中流点分别是伫新北淡水、北里、宜兰头城、屏东房山这所在，均是伫台东大埔。根据了解 ，TPU 海底电线会直接到美国关岛了后，再连接美国本土西岸，总长大约13470公里。整个系统工程预计今年5月完工。
速发部讲，相信伫今年底就16条国际海底电线会再提供连外通讯。因为台湾99%网络并款拢挖靠海底电线，因讲是台湾的首位性命线。不过进前台马第2、第3条海底电线连续发生断气状况，引发外界烦恼连外通讯问题。那你要在连到国外去的时候，那通常就要拉海缆。那你拉的越多条，那这个到时候被破坏来讲的时候呢，那你就有越多条可以做备份。所以当然你今天来讲，你有多一些的海缆被建立起来了之后呢，那你相对来讲你要被完全孤立的几率也就会变比较小，让我们的韧性提升的一个方式。学者建议强化通讯韧性，除了经营无同的海底电线，多轨道卫星为破解互相来支援，嘛要全力支持建设海底电线站，也有支援的机房，将法度多方面降低这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中进前有幼囡仔伫厝内的浴槽渡水，无喘气、无心跳。消防队接到报案了后，赶紧来抢救，尾也是救无回来。也若家属即马发现讲，伫现场甲囡仔急救的，毋是正式的消防队救护人员，嘛毋是义消，只是一个热心的民众。批评即马急救的方式毋对，救护的过程嘛有问题。有一个3岁查甫囡仔伫浴池渡水，救护人员去现场急救，随家做 CPR， 了后送病院，还是不幸过往。家长事后发现讲，原来迄当阵甲因囝做 CPR 的，并不是消防队的救护员，嘛毋是义消，是一个热心的民众。伊感觉实在是伤憾。如果现场没有专业人员，你做我没有意见。今天来，而且进来的都是专业人员，你是第3个进来的，那为什么会由你来施做，而不是专业人来做？你做了也好，那专业的你没有发现他做错吗？那为什么没有去即刻制止？你们来接手。16暗时啊，这个老爸一个人顾2个幼囡仔，伊咧甲1岁查某囝饲食的时阵，3岁后生伫浴缸耍水，不幸渡水。伊认为伊照顾有疏失，因若甲因囝做 CPR 的民众并毋是救护员，伊认为咧做 CPR 的时阵是饲伫巴肚的顶悬，这个救护的过程有问题。不过伊即马无法度去想，敢是要提告。因若台中市消防局回馈讲，这个民众是有下载消防署的急救先锋，听到 AED 这个 app， 收到 app 的通知，有无喘气、无心跳的案例，主动去现场支援。伫有做 CPR 能力的情形之下参与救援，过程当中并无错误，有符合紧急医疗救护法编辑的规定。鼓励我们民众，如果你会 CPR 的话，可以在欧卡案件第一时间可以帮协助来按压，整个的救护处置过程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部分的话，并不会有任何的所谓的处分什么的。它应该比较限于就是医疗缺乏而且很紧急的状态，但现场的时候其实有2个正式的消防员那没有破坏现场跟维持现场的必要它有没有符合这个部分我们认为是有意义的啦。法律界人士认为讲，救护现场有2个正式的消防员，甲1个义消，敢是属于医疗欠缺，或者是紧急的状态，而且敢有符合紧急医疗救护法，也搁来讨论。不过家属这边若是提告过失致死，法官判断的标准会看囡仔的死亡敢是甲救护的事件有因果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交通消息来关心，这2天伫台北市就发生300件民众去互公车门业受伤的事件。拜日暗暝时，有民众伫中孝西路上车，互车门去业着，佮互公车拖尾20公尺，伊的手啊佮有脚拢有受伤。发生意外时，这个公车的驾驶无等警察到位，就甲车驶走。这款情形上当是要罚3000。那这个受伤的乘客即马表示嘛，考虑要提出告诉。路边的民众看到是真紧张，伫路边一直咧摇手，因为因看到一台公车车门去夹到一个查某人。不过，这个司机驱动时并无停落来，是向头前直驶。手翘、正脚甲骹床，几个所在拢有受伤，裤嘛破真大坑。代志发生已经过真侪天啊，这个受伤的民众到达也是感觉真惊吓。我脚才踏上踏板，公车司机就把门关上，然后加速我的脚。
我整个人躺在地上被他拖行，是有点阴影的。会有一段时间不太敢搭公车。这个公车门夹着人的事件，伫台北车头外口，17暗时8点外，一台3中客运驶到中孝西路，乘客还未上车，司机就关门驶行，车门去夹着乘客的裤脚，去互车拖尾20公尺。驾驶当下查看后未留置现场时。涉案的司机讲，有等甲乘客离开才驶走，所以警方初步检判，并无涉及肇事逃逸。不过，无留伫原地所在等警察来，涉嫌无按规定处置，会当罚1000块至3000块。甚至这个司机夹着人了后，还阁无通报。经过警方的通知，客运的业者才知影。驾驶长行车疏失，本公司感到非常抱歉，处以召回、辅导告诫外，另也会依规行政惩处。台北市公车车门甲民众夹着伤的事件直直发生。2021年是204件，2022年有254件，最近这2年拢超过300件，短4年直头增加至少 1.5 倍。即个佫发生同款的案件，涉案的客运业者答应会赶紧安防止夹着的系统。不过台北市公运处统计，市内所有的公车目前有安的无甲一半，若要全部拢有安，就要等到2030年。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也来伫森林，真侪人做农，会当看到农民骑奥多麦的时后壁是挂车在菜苕拖甲长，安尼是真危险。警方表示，这款违规的状况会当罚600，嘛呼吁农民爱了解机车的相关规定。农民骑奥多麦后壁佮拖3台车，规个人摇摇摆摆，看到心会惊。有民众最近经过森林西犁到启东主要道路，甲安尼画面翕落来，连在地农民拢讲，确实真危险。你个从大车就好啊，等我到时爱掠足大，啊你拖3台嘛，等于你长度较长，就是到大嘛爱掠较大，有人是较会倒落啊。有在地农民表示讲，西犁、利润甲启东主要是种菜的生活，不少农民为着方便会拖车甲这些菜再去市场买，通常因为安全就加拖一台。不过警察表示讲，像安尼用奥多麦拖车载菜苕是已经违法。应依规定载运物品，影片中妇女骑乘机车违规互挂3辆小板车。除以造成骑乘过程中不稳定而发生交通事故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1条第5项，机车负载物品不依规定，最高可处驾驶人600元罚款。警察表示讲，若要用奥多麦载物件，细只的袂当超过20公斤，普通的袂当超过50公斤，也重型的袂当超过80公斤，而且车尾部分对后轮开始算袂当超过半公尺。呼吁农民若要骑奥多麦载菜苕，就要下规定，才袂造成交通意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台北捷运的中山站，遮有真侪所在通好势，真侪人爱伫遮踅街。最近呢，台北市政府就伫捷运的出口画要20公尺宽的过路线，这过路线是比一般的过路线还佫较宽。民众拢感觉讲路边较宽，加较好行，也毋过嘛发现讲有可能真正是伤过宽，有公车未负过红灯，进无步，退无路，全伫过路线停伫过路线顶悬，颠倒变危险。伫咧捷运中山站出口附近，台北市政府新增加这个要20公尺宽的斑马线，讲是要配合整体线型公园的规划，也互过路人较好行。原本连接百货公司甲附近店头的2条普通跨度斑马线，工人等咧时间甲伊划掉。或者这条连接2边捷运出口，要20公尺宽的斑马线，互过路人行。大部分民众感觉路变宽，加较好行。还不错啊，因为这样才不会大家都挤在一起啊，就可以比较宽的这样分散的走啊。如果那么宽的话，我们就有比较多地方可以走，不然通常都要走出斑马线才可以。中山它在人多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交通其实那个行人在走过马路的时候，基本上都不在走在斑马线上的。我觉得多少应该会有差。虽然人行的所在变宽，但是记者实际伫现场翕到，可能因为这个斑马线收过宽，就有2台公车未负伫灯号变红灯正前驶过路口，就安尼怀伫咧斑马线中央，人行过路口就要闪过这2台公车，看起来是真危险。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表示，会搁再看现
现场状况改善更好。我们已经有增加了，就是黄灯跟全红的一个时段，去拉长它倾倒的时间，让车辆可以尽量去通过。那如果说现在目前还有这种状况的话，我会请我们就是处里面再做一下检讨，是不是再微调一下这个倾倒时间的部分。我们可以透过道路宣传，比如说像是市政府的跑马灯，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显目的地方，然后之后让驾驶人能够注意到说，这边其实是可能需要保持路口净空的。交工处表示，会变更调整黄灯、红灯的时间，让车辆有够时间驶过路口，保持路口无车。过路人团体认为，要加强对驾驶的教育，或者是标记宣传，彻底执行，保持路口健康，就通避免这款状况发生。记者阮郑准由台北报道。来看法国的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是伫1795年时成立的，成立到今已经有230年的历史啊。伫学校内底有甲100多种语言，咱台语嘛是其中的一种，是由台湾的老师刘典国伫遐开课的。伊是希望透过台湾的文化、台湾的语言，让外国人来了解台湾。今仔日是几号？Voilà, ça nous permet d'entendre comme c'est le premier temps et le 7e temps. D'accord? Encore une fois, 3, 4. 老师透过音乐关键音的概念来讲，让法国学生了解台语声调。法国音乐高成立到今已经有230年的历史，真侪外交官拢是对这毕业。自从2020年刘典国伫这正式开台语课，也进一步带动法国的学生对台湾有兴趣，甚至到台湾读册。这门课嘛，互伫咧法国大汉的台湾囡仔有学台语的所在。Et il nous apprend aussi quelques phrases qu'on peut utiliser une fois qu'on sera à Taïwan, comme dire que quelque chose est trop cher ou que tu t'appelles comment. Ce sont des phrases qu'on pourra utiliser et que j'utiliserai la prochaine fois que j'irai à Taïwan. 除了和爸爸妈妈会当讲台语，我嘛无会晓讲台语的朋友，所以我真欢喜会当伫老师的课讲台语。另外，刘典国嘛表示，为着要争取台湾伫国际发声的空间，伊伫因那个进一步成立台湾学研究。伊认为这嘛是一种民间外交，希望促进外国人对台湾的了解，来突破咱伫咧国际上的困境。老实讲，其实因对台湾的了解真正真少吼，这嘛是普遍伫法国的一个问题啦。会当开台湾学，甲东语其实开始做合作，渐渐，因为我嘛是透过语言的课、文化的课，甲这个活动。其实，互无共款、无了解台湾的同事，会当知影讲，原来台湾是安尼哦。伫咧法国巴黎，用台语来做生活化的对话练习，嘛用文化互学生了解台湾。伫咧因那个已经带尾第5年的刘典国老师，希望伫咧这个所在，透过台湾的语言、文化也个历史，伫遮点指，互愈侪人了解台湾。以上是记者卢尚如、林秀凯伫咧巴黎的采访报道。来看，为着要互偏乡的囡仔有机会接触世界级的艺术作品，即马高雄永安的卫生国小伫学校内底就有28世界出名的图，伫学校内底展览。学校佮鼓励学生囡仔用台语来小解这作品。这幅图已经50几张啦，是埃及贵族内巴蒙的目标。导览员用台语甲大家小解这幅图的特色甲创作理念，不过要甲一寡艺术专用的技术用台语顺顺啊讲出来，不是遐尼简单的代志。高雄永安的卫生国小是去年7月开始推出这个计划，拢总28世界艺术大师的作品。囡仔对了解贵族去美术馆看人安怎导览，一步一步学习，其中讲台语是上大的挑战，因为囡仔甲老师会当讲是对零开始。你较早是台语完全了讲晓？对。就无敢讲，讲啊，就无好听。即摆咧，有进步啊，进步。因为我讲台语毋是讲的遮尔好，妈妈拢一直甲我笑。即摆我就是参加即个活动以后，我感觉我讲台语有较好啊。伫迄阿公阿妈的身躯边，围伫遐一直问，即句安怎讲，迄句安怎讲，然后伊感觉即个亲情间的互动啊，然后佫足有趣味的。
卫生国小全校只有9班，学生人数172人，这摆选出8位学生做导览员。校长讲，透过活动，伊希望技术毋若是进入校园，佫会当带入社区，所以伊嘛有互囡仔去乐龄中心甲时代导览。这款互相学习的方式，毋若培养囡仔自信，时代也得到陪伴。惊这时代听无，所以咱这个囡仔吼，多透过这个活动，会当含厝里的爸爸妈妈哦，甚至请教这个阿公阿嬷，要安怎讲呢？应该听有。将语言的推广结合艺术分享，卫生国小的活动，毋但互囡仔认捌到世界名家的遗作，也个台语得到传承。记者柯家做柯朝阳高雄场报道。咱台湾伫民国86年标出口第一，台湾猪肉就袂使外销啊！这对咱猪农来讲，损失真大。拜三农业部即马宣布，咱台湾已经正式摕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科学委员会的同意的建议。上紧伫今年的5月份，咱台湾就当正式加做猪只非裔国家。农业部表示，安尼后一步的计划就拍算要甲咱台湾猪肉销去日本。我这边是台湾的本土的本地的乌猪。小介绍这款乌猪，伊是淡水的第2代猪农。伊讲台湾伫咧民国86年口蹄疫爆开了后，就开始禁止猪肉外销，失去国际市场，对猪农的损失真大。即马农业部宣布，台湾的猪肉有机会重新进入国际市场，互伊真期待。因为咱伫咧2年前就已经，这个猪瘟就已经会满下，所以我讲这若开始会当互咱的猪肉进口，对咱的产业、咱的猪农来讲，应该是相当大的帮助。农业部伫咧去年8月份正式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提出猪瘟非裔国的申请，目前已经正式得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科学委员会同意建议。预告期60天了后，若会员国无意见，上紧今年5月份就当正式通过猪瘟非裔的国家。我们现在生鲜猪肉外销新加坡是已经可以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再锁定主要是日本市场。农业部讲5月份若正式通过，台湾就加做亚洲头一个得到猪瘟、口蹄疫、非洲猪瘟3大非裔国认定的国家。农业部嘛讲未来会和市场的业者积极合作，斗阵拓展更较侪出口机会。记者陈阿双、柯敏哲新闻报道。咱台湾是海岛国家，不过民众对鱼仔的认捌拢无啥深。细汉伫市场鱼蛋大汉的作家林凯伦，就甲伊对市场的观察写做册，嘛有摕到袂少国内外文学的肯定。即马中华有独立册店，请伊来办讲座，邀请伊来分享市场的文化。市场内坐坐真青的现老仔，欢乐热情招呼人客，这是台湾特别的画背文化。作家林凯伦本身嘛是鱼贩仔，伊甲被鱼仔观察到的美美角角写册，得到袂少国内的文学奖肯定。中华有独立册店邀请伊来甲民众分享台湾市场的文化。即马菜市啊，洗菜市的人愈来愈少，啊，少年家嘛愈来愈少。为这想要知影讲，伊对菜市啊的感情，还是伊的观察有啥物特别所在啊？想要知影讲，咱的市场一天的是安怎去运作的啊？每一个不同的摊贩，亲像有卖猪肉的呀、卖鱼的跟卖菜，他们从种植、生产到卖，它一整天的流程是怎么样的？逐工天拍半光，传统市场内贩仔就开始准备，等人客来交关，买物件拢是上青上潮时的。作家林凯伦表示，为无共季节来了解台湾出产的食物，是说菜市啊真趣味的所在。无共款的物件，敢若伫菜市啊。因为你伫超市，你可能逐工可能食美国的菱角，毋过你食袂着台湾的蜜苹果。卖鱼啊，佫愈侪讲四季无共的时阵，阮物件无共。我感觉这上重要，佫有认真味。其实你伫菜市啊，随时拢会咧问着讲，我要安怎煮，伊随时拢会甲你讲。林凯伦记得鹦鹉、李昂沙、三枪、四杯加是昨年台湾鱼仔好食的排行，但是即阵民众拢爱选择亲像三文鱼、鳝鱼、鱼翅少好料理的进口鱼。林凯伦鼓励大家加去坐菜市啊，因为市场毋但是免费的生物教育，更加是传承台湾食物文化所在。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美国 NASA 有2个太空人，去年6月份的时去出太空任务，本来按算要伫遐踮8天尔，结果却因为太空船出问题，调伫遐无法度回来。加在伫台北时间昨早7点，因是坐 SpaceX 的太空船回来地球啊，本来要伫遐踮8天，结果伫遐踮9个月。
And splashdown. Crew 9 back on Earth. 原地8天的任务刷到伫国际太空站有超过9个月，美国 NASA 太空人魏摩尔甲威廉斯总算回去到地球。Now here on your screen we can see dolphins actually who want to come and play with Dragon. 魏摩尔甲威廉斯，佮有另外2名太空人，总共4个人，伫台北时间10日下晡1点左右，坐 SpaceX 升龙号太空船脱离国际太空站。17点钟外了后，也就是19个透早要7点，因成功转去到美国佛州塔拉哈西海岸附近的水域。虽然暂时无啥会当行，需要边仔人协助扛起软桥。不过，认为太空人的身体看起来拢袂歹，佮真欢喜，笑咧对镜头比赞。刷落来，因会互再去德州休斯顿占星太空中心体检佮观察，若阵一切拢好势，规工了后就会使回去厝。2024年6月，魏摩尔甲威廉斯坐波音太空船乘坐飞机号上太空。伫对接国际太空站的时，发现有氦气漏泄、甲推进器各样等等的问题。经过评估了后，决定互2个人暂时留伫国际太空站。这桩任务超过国际太空站太空人平均6个月任务时间。魏摩尔甲威廉斯总共伫遐286天。不过，因还未拍破美国太空人卢比欧371天的纪录，原来卢比欧也已经伫2023年安全回去地球。但是，伫微动力环境生活约9个月了后，回去到地球才是太空人考验的开始。因为伊的骨头、筋膜甲平衡感拢要重新适应，规个过程可能需要大约2个月到3个月，才会当完全恢复到上好的状态。公司新闻洪如梅朋友。天气报你知，甲乡亲则会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有1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8度，上悬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2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20度。外岛10度至19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当今仔日伫水边运动，伊拍一套拳，都是阿爸教咱的迄套拳。伊贤惠、勤俭、好女人，是我想要牵手过一生的人。为到阮2个查某囝的所在，这是我的家。